好開心啊！因為今日咧，我哋講緊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影響最深遠嘅問題就係土地供應啦。咁似乎講咗幾個觸及咗幾個重點嘅。點解我哋今日會發展到呢個情況咧？包括填海嘅歷史啦、丁權嘅歷史啦，我哋都可以咁短時間裏邊講到啦。填海再行落去嗰個指導性原則，我哋討論咗啦。捐地如果有個指導性原則，我哋都討論咗啦。好難得嘅喎，咁短時間裏邊嗱，最後而家最大塊嘅土地啦，嗱唔好淨係講新界東北啦，因為仲有新界西北嘅。我成日諗緊新界東北都搞唔掂，都唔知點諗新界西北啊。其實要睇新界東北點發展，要睇成個新界點發展，要睇成個鄉郊嘅土地點發展，有冇一啲我哋而家坊間少討論嘅原則，我哋今日可以作為一個小總結，大家可以帶住呢樣嘢去諗，帶住呢樣嘢走嘅咧。阿蔡顏明講先。唔係我自己睇法好簡單，就係話咧，你睇翻過往咧新界發展個模式咧，佢都係一個大規模新市鎮嘅方式。因為假設咧你係零碎咧，一方面嚟講咧時間好長，亦都咧嗰個效益唔大。但係你成片去發展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成個規劃有配套。譬如而家好似好簡單，就要講新界東北啊，當然仲有好多好嘅意見，佢要去修改啦。但係都講緊譬如話去製造就業機會啊，環境點去做。以往我哋少啲諗嘅，所以我始終覺得咧，即係我哋一年需要4萬幾個單位，今日嚟講。10年40幾萬個，20年可能成近100萬個。我哋必然咧要從一個咧比較大規模，譬如填海一個啊，發展新市鎮係另一個。新界東北咧係一個係唔夠嘅，但係你仲有洪水橋。但新界東北個發展係點咧？又或者係新界應該點發展啦？因為有趣嘅，譬如阿孫柏文頭先講，仲有一個好有趣嘅點咧，我覺得可以係指導性原則嚟嘅。成個新界嘅發展一定要以年青人為出發點，以年青人為出發點嚟發展新界東北咧，你可能就易好多啦。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答案啊！你信唔信服呢個答案係一件事，但係即係你覺得好少啊，但係可能真係 work。我唔係覺得好少，我覺得咁。唔係年青人咧，其實我一路覺得咧，年青人咧係即係而家咧係比較少希望嘅。因為嚟講咧，而家樓價貴係嘛，佢哋要去解決居住。咁點睇新界咧？應該睇新界又唔可以淨係從年青人，因為而家你睇翻人口嗰個年紀個分佈咧，而家越嚟越老化。咁有邊啲有答案？唔係，我自己睇就話咧，嗱，應該集中咧就住新市鎮嘅模式咧去傾，因為而家咧就大家傾嚟傾去，譬如新界東北係其中一個，但係將來你淨係一個新界東北唔夠嘅。咩意思啊？新市鎮模式。新市鎮模式就係話咧，嗱，而家咧佢喺新界東北討論嘅過程中咧，係衍生好多問題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咧，你喺發展裏邊咧，即係點樣去處理現有，譬如啲耕地啊、環境啊，本身嚟講你起出嚟嗰個密度啊，你嗰個經濟上製造幾多嘅就業啊，甚至乎就係話咧公私營房屋個比例啊，將來你點樣去發展嘅模式，有啲所謂傳統模式啊，呢個公私營合作模式，即係好多嘢咧喺嗰度出嚟。個答案係咩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咧，其實答案就係話咧嗱。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咧呢個咧，你需要咁多房屋同發展咧係無可避免。只不過咧喺個發展個過程、諮詢個過程中，你點能夠去吸取多啲咧？即係而家好多喺個過程中，你開咗一格，我好想講。不過嗱，我諗咁啦，可能阿 Alvin 可以再補充少少嘛，可以補充少少。我覺得以往嗰個新市鎮發展模式咧，唔多唔少咧，都係基於沙田發展模式嘅。其實我哋講香港嘅第一代新市鎮唔係沙田嚟嘅，嗰個係第二代嚟嘅。第一代新市鎮我哋其實講緊觀塘荃灣，但係觀塘荃灣個發展模式咧，去到沙田係變咗嘅。我哋見到沙田嗰個發展模式咧係幾度相對比較高而密嘅樓，下邊有個平台係商場嚟嘅，然之後盡量將呢啲商場連結埋一齊，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衛星城市自給自足嘅。而呢種設計模式，我哋一路揼落去嘅時候，因為我哋要越嚟越多樓咧，我哋去到屯門粉嶺。就有屯門粉嶺當時出現嘅問題啦，因為嗰啲人揾唔到工，有同黨嘅問題啦。再將呢個模式再整得再緊密啲，就出現天水圍嘅問題啦。天水圍嗰個問題係另一個問題啦，東涌又係嗰個問題啦。再將佢起得高啲，50幾層樓嘅公屋，就出現油塘將軍澳嗰邊嘅問題啦。咁你見到嗰個其實係沙田模式一路惡化落去啊，而唔係進步緊啊。咁所以你頭先一講新市鎮模式，我哋一咁緊張捉住啊蔡生講，喂，講清楚咩叫新市鎮模式？唔可以再用呢種新市鎮模式拍落去拍爛㗎啦！呢套片再拍落去唔掂㗎啦！拍沙田嗰陣都好好，拍到粉嶺嗰陣時拍爛爛地，拍到去東涌天水圍油塘嗰套片唔可以咁拍落去㗎啦！咁新嗰套片應該點拍先？即係我覺得
如果我哋講新界東北，有冇講到願景先？我真係聽唔到咯，即係我唔知點解聽唔到，但係我可能讀書唔夠熟，或者阿陳茂波啊、張炳良都仲喺度摸索緊，我唔知。但係我就真係未聽到新嘅新市鎮、新市鎮係點。咁如果蔡入面講話，除非討論到新市鎮嘅發展模式，否則你又唔使搞一掂新界都未定啦，係嘛？即係我哋講緊新界其實。我覺得唔係呢個你都 fair 少少嘅，即係以前即係我唔係。仲即係以前有遠景就話要自給自足啊嘛。係。呢個係一個 naive 嘅想法嚟㗎嘛，冇工業你就冇自給自足。唔係，如果你可以做到可以係淨係坐喺打電腦。觀塘、荃灣、沙田都仲得嘅。係。觀塘、荃灣、沙田都仲得，因為都仲近翻個市區，嗰個 interaction 嗰個。天水圍當年最大問題咧就係咧有好多原本咧諗住買居屋嘅位啦，即係自願去住嘅人咧，就忽然變咗做公屋。嗰度咧就令到真係好悲情啦！即係如果你話住嘉湖山莊嘅人咧，冇乜點嘈啊！即係話會話天水圍遠，不過唔係個悲情城市嚟。咁新界發展指導模式係咪就係年青人為主咧？唔係，我圍住講數大家地喺度啦已經。你不如就講數話補地價好點起出嚟啦？要起出嚟㗎啦而家。如果你話四叔嗰個地真係可以，即係城規會嗰種神嗰種咁嘅角色。係要變㗎，咁即係例如我住深水埗嘅，我住舊樓，我嗰層樓就嚟可以8成強拍㗎啦。嗰個係 mix use 㗎嘛，即係你可唔可以彈性？阿孫城規會真係好毒啊！阿孫哥哥 ，poisonous。意思係新界都好大㗎，係咪？新界都好大㗎。咁優次係點排啊？優次先同次序。佢走過嚟話我想起嘅話，你咪同佢講數咯。地主自己決定咯。你唔好再講 planning 啦，地主主導，就喺地主主導啊！佢話：喂，啲地值錢喎，可以起樓喎，房屋需要咪起出嚟咯。我冇話贊成與反對，我寫低啲答案。同一塊地，你話要力銷，你話要 public，你 pass， 你話要公營房屋同埋私營房屋同一塊地起，都仲可以。我中意啊！頭先阿蔡藝棉講嗰樣嘢嘅，即係就係話你要諗掂個新嘅新市鎮發展模式，先至諗到一個新嘅新界發展模式出嚟嘅。咁但係點樣先至叫新市鎮嘅發展模式？其實裏邊牽涉好多社會學啊，嗰啲元素嘅，嗰啲可以慢慢。我唔知有冇答案。孫柏文講嗰個就仲搞笑，即係唔係搞笑嘅？對唔住，我唔尊重你，我好尊重你嘅。我意思佢嗰個方式咧就話由土地持有人去主導個發展，同埋唔好驚高嘅人口密度高。咁即係人口密度高有好多嘢可以做嘅。OK。新界人主導發展咧，佢會同你講幾個好重要嘅問題，我覺得好困難。譬如5層嘅丁屋係咪要合法化啊？唔係咁。如果丁屋可以，如果一塊地而家係起3層樓，冇效率嘅用途，不如俾佢起50層樓嘅港鐵大廈，分咗佢咯。OK 嗱，新市鎮主導，阿蔡生講，孫生就講新界人主導。咁啊，黎生你係點講咧？嗱，我覺得黃永利剛才講嗰啲問題咧係存在嘅。所以咧，我哋而家新一代嘅新市鎮咧，的確係應該要重新思考。嗱，但係點樣設計咧？嗱，首先我講交通先啦嚇。交通咧，我哋幾個月前咧，應該係舊年啦，其實已經同阿陳茂波提出過一個咧，就係話東北新界咧點解咁困難咧？因為佢揀錯地，劃錯位。東北新界咧，當初大家仲記得啦，其實唔係叫新市鎮嘅喎，叫做咩 MDA 嘅喎，即係新發展區嘅喎，係嘛？所謂新發展區分三笪嘅嘛，四笪咁樣啊嘛嚇。咁咧，其實當時阿林鄭咧以前咧講清楚話呢個唔係新市鎮嚟嘅，你唔好搞錯啊嚇。不過後來咧講下咧，佢翻轉頭啦嚇。咁咧我主張係新市鎮嘅，但係咧就唔係一個東北新界新市鎮，你應該收縮咧成為一個古洞新市鎮。點解咧？我哋所有嘅新市鎮嘅發展模式咧，都係以鐵路嚟做主導嘅。因為古洞咧，其實有一個咧，全香港唯一一個啫，荒廢咗10幾年嘅火車站喺嗰度嘅。不過冇人知道，你日日都經過噶啦。呢個落馬洲支線咧，你就行過噶啦。不過黑掹掹你睇唔到嘅啫。其實古洞嘅車站已經擺咗喺嗰度10年噶啦。咁車站都已經喺嗰度啦。當時咧已經預備咗一個古洞新市鎮。咁所以咧，如果你將嗰個成個新市鎮嘅規模縮翻少去，集中翻喺古洞，甚至向新田嗰邊延展，因為新田咧有好多中土。因為你剛才問我個發展嘅方式係點啊？我第一個原則就係中土優先。新田係最多中土嘅地方嚟㗎。即係好多啲咩冷貨櫃場啊，嗰啲咁嘅嘢喺度攤晒喺度。
咁新田咧亦都係將來咧會有一個火車站嘅，因為咧會呢個北環線咧會經過嘅嚇，由呢個錦上路咧就駁去呢個經新田咧就駁去呢個古洞咁樣樣嘅嚇。咁所以嗰啲咧就配合翻咧我哋成個新界利用呢個鐵路帶動嘅發展模式，咁咧就係順理成章嘅嚇。好啦，咁你至於就業咧，我始終都覺得咧，就算我哋做唔到100%咧係自給自足咧，都應該盡量咧點做先？盡量其實係做，其實我哋咁我哋好似就業，唔係你諗下嗱，你睇下東涌嘅規劃，東涌而家新嘅規劃嚇，東涌嘅規劃咧而家咪建議東涌東咧就或者成個東涌啦，大約填150公頃度啦，係咪？嗱，首先唔好講係應唔應該填啦嚇，但係填咗之後咧。佢咧得好少地方，得10幾公頃係用做商業用地嘅啫嚇。咁大部分我嚟住屋啊，成咁樣樣。咁你可以想象啦，將來其實東涌嘅發展咧，就算我哋用一個機場嘅經濟嘅模式嚟睇啦，佢都需要用地噶嘛，好多商業啊、工業用地噶嘛。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唔考慮呢樣嘢啊。咁將來東涌就好危險啊！而家東涌其實你同東涌啲商戶佢哋講啊，譬如呢個亞洲博覽啊，佢哋話俾我聽，佢哋投訴佢哋有好多職位。請唔到人嘅因為咧唔配套，咁東涌嗰啲人咧又要坐車翻去市區工作等等，咁呢類咁嘅問題咧係可以通過城市規劃去解決噶嘛，去理順。我唔覺得，你對城市規劃咁迷信，我覺得好危險，就係締造一代又一代新市鎮。咪住先，咪住先。嗱，我俾你講，不過阿黎廣德係話咧，就算真係由神一樣有工可以擺落東涌都好咧，佢嗰個商業土地太少。所以個工一定唔會夠多，啲以前啲樓而樓就多。咩以前啲樓又你就再加深一句就話，你有商業土地唔等於有職位俾人添啦。你嘅講法就即係再進一步啦。我就傾向比較支持阿黎生嗰個觀點，點解咧？因為其實東涌嚟講咧，佢作為一個唔單止機場嗰個經濟，因為佢而家咧嗰個交通嗰個咩咧，即係深，即係呢個即係呢個港深珠嗰個大橋啊等等咧。其實嚟講將來咧。東涌係有一個潛力嘅。你如果而家假日你去或者平時你去開東涌咧，佢嗰啲所謂咧，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名牌嗰啲 outlet 啊，好多人嘅。而家好多咧外邊嚟嘅人咧，佢必然要去嗰度睇一睇，因為你已經成咗個形成個風氣。較早前咪有塊地嘅商業地喺嗰度，即係招標嘅，好受歡迎，好多地產商去投翻嚟，個價錢都唔錯，反映到其實咧，即係因為經濟咧，你必然係要去推動。你政府你唔去推動，你唔規劃咧，你唔可以等佢自己嚟，唔能夠因為屯門嘅失敗，因為屯門天水圍當時嚟講咧，即係佢個規劃裏邊咧個概念同而家唔同，而家因為即係經歷過屯門天水圍之後，知道話原來工作咧係要就近係嘛？咁你話而家嚟講，譬如話某一啲工作啲人都仲要出嚟市區，咁可能反映到咧，譬如喺東涌居住嘅人嘅情況，同埋而家佢裏邊啲工種嘅問題嘅啫，嗰啲可以規劃去改善嘅，係嘛？我諗有兩樣嘢，我哋今日可以作為一個鄉郊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啦。大家就首先理解咗，就係所謂鄉郊土地咧，都最低限度可以分兩種嘅。頭先我由第一節講到最後一節㗎啦。Okay. 有啲咧就其實係新界人本身都諗唔到佢點用嘅，最好你快啲攞走佢嚟，收咗佢嚟，我嚟得你做。咁呢個角度咧，其實你同阿黎廣德冇抵觸嘅。都係一種市場主導嚟嘅，只不過佢而家諗唔到點用咧，就攞嚟做咗咩廢物堆氣場啊、貨櫃堆氣場。其實嗰種係一種等於係一種 flagging，話俾人知即係動之期喺度話俾人知，呢塊地我真係諗唔到點用啦。政府你快啲喳喳諗嚟收啦咁。咁呢個係一個諗法嚟嘅。其實政府如果唔當佢哋係純粹係一種非法用途要取締，而係話即係呢塊地冇用啦，你咁用呢個角度去睇個機會嘅話咧，可能係正面好多嘅。咁我哋唔好淨係講啲問題，講個答案係咪？咁呢個亦都唔抵觸你話市場主導嗰個原則啊。其實係咪？即係你提供啲誘因，等佢快啲攞晒呢啲貨櫃場啊，咪咁啊搞掂啦，係咪？咁但係第二咧，就頭先阿蔡藝綿同阿黎講得都冇矛盾嘅咧，就係話我哋可能要開始移走由純鐵路主導嘅一種思考模式，純鐵路主導思考模式，而係由一種地區經濟嘅思考模式，即係嗰度係咪真係有工先？係咪真係開到鋪頭喺嗰度有工返，喺嗰度住係可以自給自足嘅先？即係要有呢種咁嘅諗法做到出嚟先。咁嗱，呢個孫柏文就好懷疑嘅，即係佢認為經濟係咪地區經濟係咪可以自己打造出嚟咧？
我諗佢係即係作為一個市場主導嘅人物就唔信呢一樣嘢嘅。咁如果就住呢一點啊，最後補充就住呢一點，蔡衍明你覺得譬如地區經濟主導係咩意思咧？新市鎮係咩意思咧？又問埋嚟講得地區經濟主導同新市鎮對你嚟講係一種咩意思咧？嗱，我諗中土經濟啊，冇用嘅土地盡快用咗佢先，嗰個大家冇異議㗎啦。即係但係以前鐵路主導嘅就係話鐵路沿線嘅地。其實會衍生一紮問題啊嘛！你睇高鐵嘅發展就係、是，但係如果用地區經濟主導嘅模式就唔同嘅，嗱嗰度做咗地區經濟，睇下點樣駁通啲交通，諗法唔一樣。我一點嘅啫，因為所謂地區經濟，你睇佢咩地區？譬如我舉個例，東涌咧，東涌係一個比較對外嘅一個地區，譬如你即係港珠澳大橋啦、機場咧，即係你 connect 嘅咧，即係你聯繫嘅咧，都係外邊嘅人。即係凡親你聯繫到外邊嘅人咧，你有機會咧將佢發展咗一個無論商業旅遊嘅區，因為佢人咁多嚟咧，有人咧就有生意嘅機會係嘛，即係有客嘅機會。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嗰個先天嘅條件啦。咁如果你睇外邊嘅經驗都係㗎，即係凡親嗰啲係比較咧，即係嗰個即係交通方便啊，外來人多嘅地方咧，如果你係搞得好咧，因為佢外邊嚟嘅人個經濟能力可能仲分鐘咧，即係強過我哋香港人係嘛？咁呢個係可以考慮嘅。你講得。咁啊，你一講到地區經濟咧，你首先喺從規劃上面咧，你就要改一個觀念咧，就係我哋所有啲交通咧，而家係諗即係期待啦。即係住得好偏遠嗰啲新市鎮啲人咧，全部都係坐車出市區，係咁樣設計嘅。啊，所以譬如你睇東涌就知㗎啦。你如果你喺東涌市裏邊咧，你揾車搭去機場，譬如機場博覽館啊等等嗰啲咧，仲難過翻嚟呢個市區嘅，係咪？所以呢個好荒唐嘅，即係因為佢哋根本咧嗰啲規劃師嘅時候咧，完全咧就諗住啲人咧住喺度，但係都要翻工嚇。咁所以你話啦。佢哋點樣可以形成一個整體嘅即係你所謂機場經濟啦嚇，或者地區經濟啦？咁呢個從規劃上邊咧，首先從交通啊、土地預留啊等等咧，你要俾一個咁嘅空間去做先。而家咧根本你做呢樣嘢都做唔到。啊，同樣地咧，如果我哋講古洞新市鎮咧，其實嗱，即係政府而家放嘅聲氣咧，就話即係放棄呢個平斜打鼓嶺啦，已經係嘛？但係如果大家睇清楚，當初佢平斜打鼓嶺啦，佢就留好多工業用地嘅喎。但係你問政府話我哋主要用地做乜咧？其實佢又唔知喎。佢話等將來再算啦，即係咁樣樣。但係調翻轉平斜打鼓嶺咧，如果你係古洞係呢個 NDA 其中一個部分啦走去平斜打鼓嶺咧就冇雷公咁遠嘅，都唔知坐咩車去因為又冇火車又冇即係而家當然又冇巴士添啦咁所以因為嗰個近沙頭角啊嘛沙頭角去即係邊境去咧，即係仲容易過去即係古洞去嘅。咁所以呢類問題咧根本就冇好系統咁樣諗啊。所以我覺得喺從規劃個空間咧，其實有好大城市設計空間有好大。當然社會政策都要配套我有如果你係話即係好多係錯咗咧，我覺得香港其實已經有啲嘢咧可以保住先。例如話交通嘅有紅 van， 即係好多紅 van 咧已經好多地方唔去得啦已經。即係話要維持住鐵路優先啊，或者巴士公司紅 van 係諗住取締嘅咩？取締咗幾廿年都取締唔到。係啊，因為紅 van 真係有社會價值㗎嘛。你試下由旺角搭紅 van 翻大埔北區啊，快過你地鐵好多啊。好驚咯！因為我諗仲有另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話要設計當區就業，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咧，就係有個公營房屋咧係冇得搬嘅。公營房屋有如曱甴酒店，你一入咗去之後咧，你冇得走啊！除非你直情脫離嗰個公營房屋嘅系統。即係我覺得公屋冇得搬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令到你覺得要有當區就業。我哋其實討論緊城市規劃政策啦，去到房屋政策嗰度，我哋今日真係傾唔到㗎啦。不過我理解嘅。你冇得搬嘅話，咁梗係要講城市規劃啦。係。你有得搬嘅話，大佬，如果我份工真係喺九龍嘅話，有因搬出嚟九龍。不過我諗我頭先綜合咗你幾位講嘅嘢咧，我諗今日差唔多講到呢度啦，但係真係未講完。但係起碼對我嚟講咧，鄉郊嗰個規劃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可能係城市都有佢參考價值嘅咧，就係。我哋點樣睇呢啲外圍嘅城市，新嘅外圍嘅城市？其實我哋講緊新界西北仲有一大紮嘅，佢哋除咗點樣同市中心連接之外咧，同市外嘅地方嗰種連接、嗰種關係咧，即係佢哋點接客啊？再簡單啲嚟講就係嗰樣嘢要諗得清楚，先至諗到個答案喺邊嘅。因為我哋以往諗就係話。沙田點樣駁嚟市中心？東涌點駁去市中心？天水圍點駁去市中心？
然之後計翻嗰個路程啊，點樣先至會揾到合適嘅即係供應商去提供到佢翻工都唔會覺得太貴。咁似乎而家再諗成個新界點發展就唔可以咁諗啦，即係咁樣諗一定錯嘅先啦。嗰、那個唔係答案先啦。咁、那個答案就係話佢喺嗰度自己點樣可以翻到工，佢接緊啲咩客人嚟，唔係佢點樣去第二度，而係乜嘢人會去嗰度。嗱，你轉咗呢個諗法咧，你成個城市規劃嘅方式會唔同晒，完全唔同晒。因為你以往係諗點樣帶啲人走，而家係諗點樣引啲人嚟。你一開始咁諗咧，你個 time planning 個答案就明顯好多嘅。咁所以可能呢個我哋今日停喺呢度先啦，起碼呢個係幾豁然開朗嘅答案啦。呢個好難嘅，你差唔多係反轉成個規劃處，反轉成個地政處，你先至諗得通嘅答案嚟嘅。呢啲好深嘅嘢嚟，即係調轉頭諗啊，要佢哋難幾多啊？我哋要多啲創意啊嘛。我同意啊，仲有反轉成個路政處，即係佢哋全部嘢由頭諗過晒。但係喂就係咁啦。如果香港仲用舊嗰套方式，我都話啦，拍套戲爛晒啦，唔可以，唔通再起70層高嘅公屋咩？冇啊，唔係咁嘅答案㗎啦。咁所以好感謝你哋今日俾咗呢個答案我翻去又做下功課，又研究下。下次再有呢啲爭論，又唔知邊個捐地嘅時候咧，或者唔知我覺得全國可以再快啲人。即係如果外國富豪有所謂捐一半身家嗰種咁嘅做法咧，香港嗰啲富豪咧，其實真係唔係使你捐錢嘅，捐啲地出嚟。即係呢個就對症下藥，其實都係答案嚟㗎。咁所以呢啲都係今日好開心討論到嘅嘢，非常感謝大家。好，下次再傾。拜拜。